农委会为了要解决伫河川工地耕作的农民无法度申请参加农保的问题，注意陈吉中专工到彰化县二水河川工地开记者会，宣布持有河川工地正式许可书的农民，拢会使加入农保。同时嘛，将配合修法扩大适用范围，保障实际耕作农民的权益。这地就是河川工地，正有真侪农作物。全台依照水利署核发正式许可书的土地面积有16000公顷，人数差不多有17000人。其中嘉义县4100公顷上大，彰化县1800公顷排第二。伫民国98年12月后，因为经济部认定正式许可书毋是客用。造成伫河川地耕作的农民无符合农保法定规定，无法度参加农保。农委会伫1807年9月份放宽规定，伫河川工地保化内耕作的农民会使参加农保。今年和保化外工地耕作农民嘛会使加入农保。这个政策和陈吉中想到因老爸一时后甜，话煞讲袂出来。为我们全国消费者提供这么好的优良的蔬菜水果，我想各位吃到的很多的瓜果类，夏天的瓜果类都是在这种河川地里面来种植的。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加入农保呢？我们把法令解套了，希望他们后续可以加入农保。农委会是要照顾农民。这项政策让农友感觉真安慰。农委会为了保障实际做农人，未来将会继续调整农保的加保制度，和农友会使有社会保险。